来看另外一大灾区，南环公路东段是已经断站第7天，目前公路局是先抢通一条人会当过通道，互物资甲人会当出入。今仔早暗，立潮村甲武乐村是已经有电通好用啊。另外，伫咧这山脚的部落族的青年是小少行要6公里的山路，爱物资上山，互这山区条咧内底的村民会当使用。南海公路东段道路受损断去，山区300外居民受困1礼拜。公路局抢修处进行变道，二被部落族青年自发组成6人爱工团，爱海团乡公所甲兵役代表准备物资，每人派5到60公斤，行将近6公里，佮将物资交互伫路咧等的村民手头。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有加一个差不多20公斤、25公斤的油，对，然后再加一些罐头类的。会比较重，然后一些小朋友的奶粉跟尿布。暗过台电台东区处经过2倍自治的抢修，暗时全面恢复武乐甲立潮村300外居民的用电。公路局自告继续抢修，菜合棚坑口的土石也清空。目前这村蛤蟆路段也咧抢修，按算31部下搭好车行便桥，河山区农产品送落山。因为交通受阻，南环部落国小甲立潮分校为顶礼拜就停课。暗过教师节3日假期就要结束，部落国小30是毋是继续停课？官府表示，迄个甲相关单位甲学校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